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阳明山文化大学今嘛慢慢的感受透风落雨，一寡人本来桥倒歹，因为烦恼风伤过头，万不然若是倒车发生意外，规气坐公车较套动。另外，计程车的排班区嘛无啥车伫咧遮等。阮讲讲阳明山边若是拄到风台天，根本就无啥人客。今嘛现场上新的情形，咱赶紧连线记者张彤来带咱了解。张彤。好，主播观众，继续带您关心台风的最新动向。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阳明山上面。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风势、雨势都是渐渐的增强了。那越晚呢，这个风雨只会越大。那其实呢，今天虽然是停班停课，但还是有不少民众呢是要搭公车来下山的。不过，其实这个地方呢，原本一整排都是计程车的排班。那因为今天呢，民众比较少，所以呢，排班的车辆也可以看到减少了很多。我们来访问一下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哥，我们今天这个排班的车辆是不是少了很多？对啊，现在台风天没什么人了，有几台出来就是应付临近的客人要回去才方便了。对啊，基本上都休息了。那乘客你这样看起来是没什么人。对啊，都没什么人，公车也减少了。对。那你目前早上有载到几班客？我刚出来一下，顺便去买个东西就要回家了。那是因为这个客人是比平常多少？所以排班的车也对啊，没什么人啊。对，好，谢谢。好，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呢，这个在阳明山上面呢，虽然是停止上班上课，但是公车呢都还是有开上来的。不过班次呢是有减少，计程车呢也都是整个排班的状况都是已经没有了，没有计程车会上来这里的。所以呢，还是提醒民众，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在阳明山上面呢，风雨呢都是逐渐的在增强，整个雨势呢从刚刚的间歇性降雨呢，现在已经变成了呢是阵阵的大雨，都是不断的下了。然后呢，风势呢也是有不断的阵风哦，所以还是提醒民众呢，没事就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是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就是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彤，继续来关心美塔风台慢慢啊愈来愈晚，家人北海岸嘛开始透风落雨，特别是条件公园风影哪来哪透，海巡人员赶紧出动，可劝附近的游客赶紧离开，莫伫遮热热潮，安尼较安全。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陈主环来带咱了解。主环。好，主播，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基隆的潮境公园这边。通过画面，你可以看到，现在基隆的雨势呢是越来越强劲了。而其实，在记者身旁的这个风浪呢，浪花呢也是拍打在这个岸边，越拍越高。这个目前呢，根据海巡队员的推估呢，这个浪高呢已经有达到3到5公尺这么高。而现在目前海巡队员呢也是不定时的来出动，希望透过这个大声公的方式呢，来提醒附近的游客以及民众呢，要千万小心。而且呢，是必须要赶紧的来撤离。赶快来听一下刚刚稍早访问。目前管制的区域包含潮境公园与公车总站沿岸一带部分都管制。如果民众屡劝不听的话，我们会开劝导单。劝导单依《灾害防救法》第39条第1款，最高可罚锾25万元。好，那根据气象局的观测资料显示呢，目前基隆的浪高呢，在彭佳屿的海域附近呢，其实已经测得超过2米高，而在强阵风部分呢，则是5到6级风哦。尽管威胁还没有那么大，不过气象局预估呢，随着米塔台风步步进逼，在基隆下午的时候呢，风势雨势会越来越大，不止在雨量的部分会达到豪雨等级，还有可能会刮起10级以上的强阵风。预计这个台风的暴风圈范围呢，在傍晚的时候会最靠近这个东北角海岸这边，提醒民众呢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如果休假的话呢，若非必要，也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在安全。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主环。另外一方面，要来关心有来山区开始透风落雨，估计一寡人因为感觉真气味，因为真侪点头拢已经咧做准备，树头了在都唔惊树尾做风台。详细情形继续要连线记者陈培珠来带来了解。培珠。
好，主播各位观众，米塔台风来袭，可以看到呢，记者目前就在乌来老街。今天一早的乌来老街其实是相当的冷清，几乎都没有游客的状态。但是呢，有极少部分的店家还是有营业的。我们先来听一下老板的访问。老板想问一下，说今天台风天怎么还会出来营业？因为今天的雨势呢，并不是很大，而且也是忽大忽小。然后包含了目前新桥开通之后，安全上是很 OK 的。现在我反而是疑虑是落实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交通不便、阻塞的问题。好，那么可以听到呢，其实现在的天气状况，雨势是忽大忽小的，并没有这么大的雨势哦。不过呢，这间歇性的雨势呢，越晚会越来越大。那么刚刚呢，店家也有提到，其实乌来居民他们一直最担心的就是每次风灾一来会有淹水的情形。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呢，乌来老街的旧桥它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拆除了，因为新桥已经落成。不过呢，居民还是相当的担心，每次风灾一来，可能连外道路呢都会中断，或者是有一些塌方的情况。那么是希望呢，这个雨势不要太大，风势也不要太大。那么不过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民众哦，台风天呢要尽量来避免来到山区，注意安全。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先将时间交还棚内。多谢培主。另外，一方面要来关心宜兰嘛，开始透风落雨，雨落一阵一阵。伫咧火车头前，基美公园飞天火车因为安全问题先改调走，到游客特别为马来西亚来，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陈英如来带来了解。英如。好，主播米塔台风来袭，宜兰地区风雨逐渐转强，带你来关心火车站前的吉米公园广场，稍早已经实施了飞天火车的吊挂作业。当时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抢在最后的时段拍照，带您看一段当时的情况。特别来，本来是要来看，是不是？啊，是。那你们从哪边过来？马来西亚槟城。哦，槟城哦。那今天这样就看不到了耶。哦，是咯。有点可惜吧？是咯，是咯。本来要坐火车的咯。哇，本来要来看的，来不及。现在还好啦，还可以赶快拍。他等一下会整个下来。哦，会。而且是要维修在。台风。对对对。可以看到飞天火车缓缓的降下，其实这个画面已经是今年的第3次，人员也在人偶上套上保护罩，就怕台风产生灾情。另外，在市区部分也开始落下明显阵雨，车辆行经路口都相当的小心。由于苏澳地区常常淹水，防灾的方面，陆军、海军都已经陆续进驻，进行机具和兵力布置，要在第一的时间投入任务，确保居民安全。以上是目前情况。多谢英如，继续来看到风台慢慢啊划过来。新北市淡水早起时开始落阵雨，淡海的这个轻型电车因为风台关系，车帮较无遮尔啊接。现场详细情形，咱们继续连线记者叶婷来带来了解。叶婷。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受到米塔台风的影响呢，今天北基是宣布停班停课的。不过呢，我们看到呢，新北市的淡海轻轨今天还是有正常营运。不过呢，在中午12点以前呢是正常营运的状况，但是呢，一般的班距是拉长到了15分钟左右。那后续呢也会视台风的状况来调整班距或是暂停营业。而我们也访问到了一位先生呢，他说今天还好啦，是因为淡海轻轨还是有正常营运，让他能够顺利的到台北的地区。原来你想坐公车或者坐轻轨，你就已经预定好了，对不对？然后你说，当然了，它轻轨不开的话，也是可以去搭公车，因为公车不会停止，只是说，那你就会觉得就换的那个点就会不一样。因为公车时间等待是不是比较长？其实也好，因为公车你也是可以看说搭几点的嘛，所以也还好啦。只是说你原先像我这直接到红树林就可以换车嘛。那你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到捷运站再去换。目前淡水区呢，风雨影响的程度是比较少的，也因此呢，淡海轻轨呢，在今天中午12点以前都是正常行驶的状况。不过呢，一般来说呢，平日的尖峰时刻呢，一般车距是6分钟左右，但今天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班距是拉长到了15分钟。但下午呢，会不会再做根据台风的影响状况呢，会不会再做调整班距车距呢，或是呢，有没有可能暂停行驶的状况，都要再进一步的宣布。以上是记者掌握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呢交还棚内主播。多谢叶婷，同款嘛是早起时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花莲县县政府今日早起时才赶紧通知，今日停班停课。一寡时段透早带囡仔要去读册，到学校才知影，大家气甲大声骂讲，实在是甲人装笑的。学校方面同款嘛反应袂利，学校下早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王志雄来带咱了解。志雄。
好的，主播观众，花莲县政府今天一早才紧急发出通知，停止上班上课1天。不少民众呢已经把小孩都送到学校了，现在又得冒着风雨来把小孩子接回来，家长直呼很不方便。来看一下一早的学校情况。停班停课了，停班停课。笑了，就有点困难啊。你看我现在要赶去边缘，然后还要一个海星哎，你看现在这样真的很麻烦。花莲真的幅员辽阔哈，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他们有考量到其他。好，中原国小的校长是说呢，能理解县府的考量，但也不只有家长手忙脚乱哦。突如其来的停课也是让校方措手不及，用各种方式来协助学生，请家人来带回。除了向老师借用手机，公用电话也排满人潮。不过还是有一些学生暂时无法取得跟家里的联系。你还没啊？你要打给谁？爸爸或妈妈。会这么突然呢，是因为气象局今天一早往上调整风力雨量的数据，让原本要上班上课的花莲县突然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因此清晨紧急宣布花莲县今天是停班停课1天。那么以上呢是学校的最新情况。多谢志雄。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消息来关心，内政部部长徐国勇下早来到灾防中心，人问到昨昏香港的歌手何韵诗来到台湾参加游行，到底讲话安尼敢有合法？徐国勇伊先讲，咱就要遵守国际法、公民权利的公约。落尾还佫讲到修正条例送到行政院，甲打也未通过，就人提议来含这个统战的活动，互人赶出去的理解来做标准，讲到小比子的问题。落尾徐国勇有小可起性地。咱做回来看拄则访问的内容。是何韵诗要来的时候，他要来台湾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就要来参加这个合法的集会游行嘛。那媒体朋友都报了，所以其实他入境台湾的时候，那他也有报备，也就是说，我们也有问他说你来台湾的目的，他有提到要参加这个游行，所以这是经过报备，那是合法的。中国学者李毅来到台湾，主张用战争来武统台湾。这个你们能够接受吗？李毅来到台湾，公然的要讲说要武统台湾，要武力解放台湾，这违反了国际公约啊！我再次强调，国际公约这个我们公民权利公约，我们已经这是马总统过的哦，我再讲一遍哦，马英九总统有签署这个国际公约哦，所以已经过了哦，不要做不正当连结，硬要把这个事情跟李毅扯在一起。那这个显然，如果硬把它扯在一起，那也会让国民非常的愤怒，完全不一样的状况。送到行政院，送到行政还没有过，是内国法化的部分。可是如果国际公约已经经过签署，国际公约事实上就等于内国法，我们只不过把它再次的明确化。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请把法律搞清楚，去问一下法学专家就了解了。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送到这边是还没有过，不是还没有过，是我们的国际法。本来就是我们要遵守，只不过我们再次的把它确认为国内法化。哦，我再次强调，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回到那个所谓参加跟发言，这有程度上。我再次强调，李毅在这里，他来到这里是要武统台湾，要用武力解放台湾，这前门打哦，这是不可以。那何韵诗的部分，他是参加合法的集会游行，那这一部分没有问题。我再次强调，好，谢谢大家。一样，没有这个问题，好。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内政部部长徐国勇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过昼了，一直到明仔透早，也就是米塔风台影响咱上较大的时间。现主时伫宜兰内滨海湾这个所在已经透大风影，上新的情形，咱就要随连线记者陆英玉来带咱了解。英玉。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关心米塔台风的最新动态。随着台风呢是越来越靠近台湾，其实在宜兰地区的风雨是有逐渐增强的，但是都是一阵一阵的，所以偶尔会出现像现在这样没有雨的情况。不过带您看到在内埤海湾这边的海浪呢，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台风真的要来了。这个阵阵的巨浪呢是不断拍打上岸，其实场面呢是相当的惊人，而且呢，其实在这边在海巡人员呢都有这个放上警告的这个旗帜来严加戒备。而稍早呢，海巡人员的巡逻车也有来到这边，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情况。结束广播，主管机关公告此处为管制区，请迅速离开。如不听从劝告，主管机关将可裁处5万至25万罚款。巡逻车
车呢是在这个广播，希望呢民众尽量不要来靠近这个海边。那其实在这边也都有拉起这个封锁线来严禁民众来靠近，也要提醒民众哦，这个沿海地区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哦，这个风雨以及这个风浪呢，其实都是相当的明显。民众呢，如果没事最好不要来到海边来，以免发生危险。以上是我们在内埤海湾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现场交还棚内。多谢英译。另外，上新的交通消息来关心，交通部部长林佳龙讲到，台铁今仔日中昼进前拢会正常走车，啊那下晡就要看情形调整车帮。另外，高铁的部分拢是今仔日规工正常走车，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米塔台风持续朝着台湾来逼近，不止变大变胖，还增强为中台。对台湾来说，真的是来势汹汹哦。而台风期间的交通疏运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来听交通部长林佳龙替我们说明。因为已经发布海上跟陆上台风，所以我们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是一级开设。那我们交通部各级单位也进入一级开设。那有关于交通的部分，一方面是我们气象局会这个随时发布最新的台风的讯息，请大家能够收听另外就是有关于陆海空的交通有一些航班已经呢停航，就有关于台铁跟高铁在中午之前还会行驶，那中午之后会视这个风势再做宣布。好，科技部长表示呢，在台风期间，不管是陆海空的交通疏运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像是在台铁方面呢，是在中午12点以前是正常营运。至于在高铁方面呢，因为台湾西部受到台风影响比较小，因此台湾高铁今天是全天维持正常营运。至于明天的营运状况呢，会等稍晚之后才做公布。上最新，先把实战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差不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拄则咱新闻嘛讲到讲过昼了，一直到明仔透早，也就是米塔风台影响咱台湾上届接的时间嘛，影响上届大。拄则收到的消息，就是新竹市也有苗栗县宣布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提醒大家都要提早准备。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要过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新北市万里旧台二线涂骹规拢落落，野柳磅坑附近外海这一边的车路拢踩三角架，一条真长的碧船已经到路中央，护栏嘛规拢塌落，敢若是因为米塔风台影响，落雨落几暝，引起到规个车路拢塌落。即嘛依起一条线双并通，提醒大家若是要经过，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好，咱拄则嘛有讲到，讲新竹县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也毋过伫咧新竹市的部分呢，伫咧早起时，因为共款来上班上课，一寡人住伫咧新竹县，就爱去新竹市上班。另外，搁爱送囡仔去读册，实在话要落实。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玉婷来传来了解。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许多家长聚集在校门口，一早就送小孩来上学，又要赶去上班。虽然现在风雨不明显，但生怕天气巨变。不过有些家长认为影响不大，我们听听稍早访问。主线放新竹是没放这样子，还好吧。对啊。他觉得今天的风雨应该还好啦哦。都还好，对啊。由于米塔台风来袭，许多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不过，唯独新竹县市明明是生活共同圈，却不同调，容易造成民众混乱与不便。而且新竹县早早就宣布放台风假，但新竹市一直到昨天晚上10点多，因为未达到中央气象局规定的标准，所以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有民众就认为自己住新竹县，但在新竹市上班，到底要依照哪一个标准？如果临时又改变，对于通勤族来说相当不方便，认为县市不同步相当扰民。好的，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讯息。好，多谢玉婷。拄则咱看到真侪人反应袂利，嘛有真侪人提早准备，因为昨暗台北、新北家人10点正式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一寡人听到消息了后，随赶紧出来采购。差不多是饭点12点钟，伫台北市后山边这间连锁超级市场，店内底拢全人客，无用气伫咧买生活用品。等要算钞，排队排甲落长，大家手提食的物件，也有饮料或者是矿泉水。青菜同款嘛，互人烧济买了了。
继续要搁再来看到昨昏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一寡山区嘛开始落雨，引起到溪仔水规拢涨起来。导致这发财啊掉伫咧溪仔水，警察赶紧来到现场斗相共。昨下晡，这是伫咧花莲的倒溪乡倒清川，一个做田人因为赶紧要来巡田，驶一只发财啊驶过清水溪时，一个无细哩煞掉伫遐。溪床当中有一台白色的货车卡伫中，袂顶袂动。详细看，当当时溪水逼涨，货车的4个轮仔拢掉入去溪水的土沙内底，无法度驶。看到情形真危险，驾驶真紧张。警方接到通报，赶紧赶来现场斗相共。利用线索连着警察用的巡逻车，绑伫货车的车尾，顺利拖转来岸边。代志就发生伫咧28号下晡4点外，伫咧花莲倒溪乡倒清川，一台货车因为山区落雨，造成溪水水势涨悬。农民因为要巡有机的稻仔园，所以驶着货车要掠过清水溪的时阵，规台车就掉伫咧溪床当中。农民惊一个，赶紧来报警察，好在在最后有成功来脱困。以车主用绳索绑在固定在两车间后，协助以绳索拉出。塔风台豆豆咧挖进台湾的东部，请民众一定要做好风台安全的准备，若是无必要，嘛莫去危险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往年若是听讲风台一个要来，长海的介绍可能拢会起价。今年特别无同，这一届宜兰种3星长海的人烦恼讲，一寡较大支的长仔，若是落雨就会规个歹去。客早早起时，伫咧雨较停的时阵，就赶紧来采收。3星长仔介绍买得起，昨平均册大卖介绍1公斤是245块，要毋过做利是266块，可能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长仔雨水拢压淡去，较无法度藏。收长仔的人颠倒较无爱收，介绍就安尼较力。农民趁雨较细，赶紧来到长仔田收长仔，准备要进一步整理卖掉。怕强风豪雨啦，只有下雨而已是没关系。已经下雨的葱啊，不急着采收啦。你也这种今日好天，我们就紧来抢收着哩，打开。较容易保存嘛。就惊有的种甲较久、较大支的葱仔，会互大雨拍歹去，农民赶紧来收成。水网已经小连续落2暝大雨啊，毋过也未造成灾情。来看卖3星葱的介绍，进前一日起，伫29号平均拍卖介绍1公斤245块，甲前几工比，28号266块，27号276块。介绍可能因为受到雨的影响，加上葱仔淡去，较无法度藏，所以经销商就较无想要买，互介绍降落来。毋过新的风台来介绍会受到影响未？爱去观察。你抢收的话，一定数量很多嘛，你一定要放在冰箱啊。放在冰箱里面，它也是在成长，2天就变黄了。有可能也会坏掉。农民嘛有收到消息，传讲有厂商进口7个货柜的葱仔，农民希望政府顾较较严厉，食品安全的检查嘛爱做好，莫互进口的葱仔破坏市场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普悠玛火车跋落马意外已经要1年，即马又搁传讲有司机员无通报监控中心，家己大主大意，甲 ATP 列车自动保护系统关起来。这个司机员伫咧新历8月初6驶火车到沙地厝站，过站无停，敢若因为烦恼会互人罚真重，就安尼甲 ATP 关起来，想要目久倒转去，结果险险啊弄到后壁，准备要进站一架自强号列车。代替讲已经甲这个司机员暂停伊的工课，云南会嘛已经介入调查。调查报告上紧都要半年后才会公开。代替的火车咧驶的时阵，若是发生状况，司机员都爱随来通报这个监控中心。不过，即马煞互人逼空讲，代替一列3231班次罗南的区间车，伫咧8月初6经过沙地厝站煞无停车，司机敢若亲像是烦恼讲过站无停会去互人罚真重。所以，伊嘛无通报调度员甲监控中心，就家己甲这个 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甲关起来，想讲要甲规列火车甲马去回站，结果煞去拄到后壁火车嘛要入站，紧甲动起来，才无发生意外。它是一种预警功能比方说列车超速、闯红灯或者是无预警倒车的状况下，它会自动的启动，把列车刹停。那现在居然说是为了这个是突发状况就把 ATP 关闭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对安尼代替发表声明证实讲，佮表示讲9月初接到消息了后，就开始调查，证实有违反运转规定。9月初6已经暂停这个司机员的生物工课，
并且提报这个运安会配合调查。根据运安会初步报告，虽然讲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火车嘛无损伤，不过嘛是认定讲这个事件是重大的铁路事件，会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调查的报告估计伫半年到8个月就会当出来了。伫咧普悠玛火车排练事件满1年进前，又搁传出代替的司机家己甲这个 ATP 甲关起来，即马外界拢斟酌咧甲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去年6月花莲火车头前几摆做奥多麦店熊熊倒起来，害3间奥多麦店拢失火，上济有差不多20外台奥多麦拢烧歹了。消防人员已经找到失火关键原因，原来就是做奥多麦店里电动车电池充电充到一半熊熊爆炸，才会引起火烧厝的情形。按算讲损失算的有上千万，做奥多麦店的业者即马当咧和电动车的业者相告。电动车的电池烧到看袂出来本来电池的形，这粒电池就是去年6月花莲车头规排租车行烧起来原因。去年这场大火烧到3间车行，上少有20台车甲机车互烧害去，还有一个查某人伫咧要走的时阵，脚去挂着伤。代志过1年多，经过消防人员的调查，原来原因就是电动车的电池。机车行边仔就是教会，迄当阵有囡仔看到爆炸画面，惊甲生魂袂定着。租车行的业者讲，迄当阵这台电动车伫充电的时阵，电池爆炸烧起来，损失超过1000万。目前伫甲电动车业者拍官司。你们平常都是用充多久？他都下课回来充到隔天早上起来拔掉，这很可怕。真可怕哎！住伫车行附近的民众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也是心惊惊。损失的赔偿、修理厝的钱，甲什么人的责任较大，拢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人心惊胆惊，上新的画面来看到，国道内熊熊有青丛撞出来。国道3号滨东坎顶交流道出现这个危险的画面，一个乌里桑唔知什么原因，熊熊走入去车道，一架大车拖车稳将赶紧偏位倒平，才闪过无甲伊弄到。详细情形，请记者林婉莹来带咱了解。婉莹。好，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连接车好好的开在国道上，但没想到下一秒右侧的护栏突然出现一个人影，驾驶吓得赶紧把车往左一偏，而惊险的瞬间就发生在屏东27号深夜里，连接车开在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但没想到驾驶竟然遇到有老人误上国道，并且还用很快的速度冲了出来。虽然老人及时刹车再跑回去，但连接车的驾驶已经吓得把方向盘往左偏，随后也对他闪了大灯。事后经过了解，这名老人是迷路才会误上国道，幸好这次驾驶反应机灵，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继续来看到台南有史以来头一届上届的河拍卖会，明仔载伫要上场。地检署和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做伙要来拍卖欧洲上100万的名车，其中上届显目的就是新车上少爱388万海神玛莎拉蒂轿车，海神超级跑车嘛，互人提出来划价。玛莎拉蒂跑车是有一个就走过去，特别的流线型车身，甲真时尚有力的配备，真醒目。一台爱400万的超级跑车，就要伫台南来拍卖。捌，真济嘛，捌济过。真罕咧看的100万跑车，嘛，互主任检察官目睭一金。不过，这台海神超级跑车车主因为诈欺案，煞来互人拍卖。就算新车爱卖少钱，但即马起标的价销只要60万。不过，车主欠一寡动产的担保债务，差不多124万。想要标着将车开回去，上少爱开184万。这台玛莎拉蒂的起标价大概是新台币60万。那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些动产担保的费用那整个费用加起来大约是新台币184万元左右。除了玛莎拉蒂新车价销爱280万的免入境电版400，即马起标的价销嘛只要100万，还有其他欧洲的100万名车。拍卖会伫咧10月初1早起要来开始，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来到灾害应变中心，要来关心各地防灾情形。落尾因为电脑连线一直无法连到花莲县，苏贞昌面啊小可绿色，嘛小可起正地问讲到底爱等偌久？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花莲县。上次我测试电话，
这一次我测试这个，来，花莲县怎么样？消防署长，开会，现在他把它切过来。开会跟连线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把它暂时就先跟我们停掉，他们在内部在开会。内部开会跟我视线连线有什么关系？没有，所以现在他准备把它切过来，那平常接不过来？可以接过来，他只是说他开会当中他在操作上面，他把它放在后面。我们这个不是22个连线随时可以调出来吗？那花莲县，他那边可以把我们切掉。花莲县不是1级开设了吗？这个消防署你以后不要让它可以切掉哈，跟气象局用视讯连线。连线作业中啊，所以他那个连线，他跟气象局要视讯连线。气象局在这里嘛哈，他跟气象局什么在视讯连线？报告院长，那个因为花莲县我们把它的那个风速昨天晚上调高，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停班停课，所以我们是特别要提醒他们，要用视讯连线。当面沟通会比较有效，所以我们跟他是约好，视讯连线是。那现在我要等多久？要用开视讯连线的，才能联络停班停课。每一次只要有路上台风警报，我们都会有视讯连线。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拜五下早，高雄有一间加油站，向强有35架迈拉伦超级跑车来到这个所在聚会。有几个工作人员看到了，赶紧来到指挥。原来这群人即马当咧环岛旅游，其中一个车主过去捌来这入游，伊认为讲工作人员真大心，这一届正好到小报，招大家做伙来。工作人员举旗啊、指挥棍啊，徛伫车道边啊咧指挥交通，一丝啊都唔敢凊彩。是安怎加一个油哪有遮大的出头咧？原来是这个车拢真有来头哦，因拢是超级跑车迈拉伦。这间伫高雄市青年路的加油站，27日早起会当听到延伸声安尼轰轰叫。这个迈拉伦原本是咧做公路旅行，其中有一个车主因为进前捌来这加过油，感觉讲加油站的人服务真点点，所以这边规气招规官做伙来加油。是看到这么大的超跑车队。就大家都很小心，然后也调了蛮多人过来帮忙。每台车开的时候价值不菲，但是大家都很小心。然后我们前置作业也准备了蛮久。工作人员的点点有得到肯定，和这个加油站一捆头啊，过来35台迈拉伦的这个跑车，甲加一个总价值超过几亿的，这么大的阵势嘛，有真侪人停落来围咧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用茶包泡茶，敢有上百亿粒的塑胶粒啊！加拿大蒙特娄麦基尼大学上新的研究发觉讲，市面上卖一寡茶包内底加减拢有塑胶材料，经过95度烧水一个浸，恐惊有116亿粒塑胶粒啊，也有31亿粒的纳米粒啊！伫咧实验的时，引起到水内底才会加走，当咧变大，也会变形，行为敢会各样，也毋过敢会影响咱人。咱台湾的医生话嘛毋敢大伤红。敢若讲，若是袂放心，就规气用茶果来泡茶。下晡想要啉一杯茶来提神，用茶包来泡，简单佮方便。不过加拿大蒙特娄麦基尼大学研究发现，市面有一寡茶包，因为有用到塑胶材质，浸落烧水内底了后，会有塑胶幼粒啊走出来。它只要有化学纤维、有聚乙烯跟聚丙烯等等这些成分哈，它都有可能会释放出所谓的塑胶微粒。根据统计，一个人若是规年拢啉塑胶罐仔底的水，会甲13万粒塑胶幼粒啊啉落去；啊，若是啉水道水，会有4000粒的塑胶幼粒啊。不过这届研究发现，用95度烧水来泡一杯塑胶材质的茶包，就会有116亿粒的塑胶幼粒啊走出来。另外，还有31亿粒的纳米级的幼粒啊，是规年拢啉塑胶罐仔底的水的10万倍。化学成分的关系哈，它有可能会吸收一些所谓的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啦，或甚至带奥辛。麦基尼大学嘛，甲茶包泡出来的塑胶幼粒啊，甲纳米幼粒啊，摕来对水潲做实验，发现水泵水潲也是活的，不过煞出现发育各样，也是
行为无正常的情形，对这个研究民众有什么看法？因为我是做这个行业的，就是类似茶包的那个，所以那个本来就会含一些钛啊，或一些塑胶微粒会释出，所以我们自己就会避免。作假药粒对咱人有什么款的伤害？科学也无证实。不过医生建议，若是民众心内的烦恼，会用的改用会当过滤的茶果杯啊，直接泡茶来啉，避免甲塑胶药粒啉落。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开始反天气，秋天来啊，慢慢变较寒冷，一寡人开始会潲流鼻水。其实为汉医的角度来看，这拢是大扫气引起的。汉医特别提醒讲，会当加食一寡白色的物件，这都有滋阴补气的效果。另外，当饲鼻啊、虎口附近的穴道来调整身体状况。家扫兼拍骹像安尼扫袂停，即马较秋凊啊，天气转凉，民众身体上有感觉。中医师提醒讲，伫这个时阵，氧气都来成做这个上重要的美角。部分就是这个气管肺比较差的时候，所以秋天的这个肺呢，就特别需要去保养的。白色的食材或者药材里面，它通常都会比较滋阴，阴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这个补药材甲白龟白有结合粉光甲沙松，因的色拢差不多是白色的。原来伫个中医的理论，白色的物件甲比起起来较滋阴，佮有加水分，安尼就较顾这个气经甲气管，嘛有润燥的功能。另外，亲像菜头、梨仔甲白木耳，嘛会当用甜的好好甲补一下。除了这个用食的，中医师嘛有示范这个氧气的穴道是要安怎吹。然后呼气的时候按下去，增加我们这个鼻子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免疫力。大拇哥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里合谷这里，对吧？按一按。伫咧鼻息边的迎香穴，甲伫个手虎口的合谷穴，这时啊起来找时间来甲点断这两个所在，再过来配合白色食物炖的汤，稍稍啊甲啉落腹肚，安尼就免惊秋凊去凉冷着。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慢慢来关心生囝引起到目睭中风的情形。一个富人人伊有心顺月要生啊，检查查查讲血压常常称悬，就算手术了后，也是发觉到目睭常常看无的情形。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你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拢回来啊。大家真认真去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生囝乃引起目睭中风的情形。这27岁查某人有心顺月要生啊，检查查查讲血压偏强称悬，医生赶紧替伊破腹，上尾改在平安生囝顺利，也毋过无想到讲手术了后无几工目睭强强煞看无。咱来看这款情形。感受到腹肚内的囡仔安尼豆豆咧大汉咯，一个27岁有心的妇人人，原本阁真欢喜要当做妈妈，想袂到伫一摆产检发现到家己有子癇症症，医师就紧来安排破腹手术，上尾也顺利甲囡仔甲生落来。毋过过几工了后，这个妇人人所发现到讲伊的目睭怪怪，视力退化，看物件一直起蒙。经过眼科医师检查了后，发现讲双蕊的目睭视力退足侪。
倒蕊的目睭对1.0落到剩0.2，确定是真少看到这个目睭中风，而且还有急性的黄斑部视网膜神经病变，这嘛是全台第一个产妇发生这一类的目睭中风。子痫前症本来就是造成会不仅是胎盘的血管炎，更会影响孕妇全身系统的，包括神经系统、视网膜，还有肾脏、眼睛的这个动脉甚至静脉阻塞了之后呢，会造成视神经的或整个视网膜的功能丧失，特别影响到黄斑部。这5年来，子痫前症是台湾产妇死亡的3大原因之一，伊的发生率差不多有5%。一般较会发生伫个生第一胎的高龄产妇。另外，亲像厝内的人，若是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病史，也是讲有新的产妇较大颗，这拢是高危险群。若是讲控制无好势，佫会引发几分丝的发炎，佫有10%的人会造成头壳内硬化、视网膜出问题，甚至佫有1%的人会来遇到这款目睭中风的风险。因为若是有一条这个目睭的血筋去踢到，安尼就会来影响视力。在高血压病患，这就是一个高危险群。那特别又是子痫前症，平时就要密切的追踪，因为等他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就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伫个有心的过程内底，就要来斟酌家己的血压，做定期的检查。若是讲有发现到子痫前症，就要紧来治疗，安尼才通把这个囡仔和家己的健康甲顾好势。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赶紧来关心美塔公开，慢慢愈来愈晚。气象局11:40来发布上新的预报内容。嘛，针对到这个海面着上风台警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咱今嘛要来看到气象局今嘛上新的预报。5、4、3。大家好，第18号中度台风米塔正逐渐接近台湾当中。各个海面的风浪已经明显的增大了，而且在清晨到上午，整个东半部和北部也出现了间歇性的雨势。上午11点的时候，台风中心是来到宜兰南东方300公里的海面上，而在上午11点的时候，台风的暴风圈也接触到了东南部的陆地。我们预估接下来台风大致上是沿着台湾的东部的海面北上，通过台湾东北角的沿岸之后，再进入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整体来说，今天下午到明天清晨是台风最为靠近我们的时候。首先，我们还是先来提醒风力的部分，受到台风的环流跟地形的影响，今天白天在花莲、台东会有一阵一阵比较强的阵风。另外，在中部以北到台湾的北端的沿岸跟沿海的地区，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而接下来下午到入夜之后，距离台风中心最为靠近的宜兰还有北部地区，阵风的情况还有风力都会明显的加大，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至于在降雨的部分，清晨到现在，从雷达回波可以看到台风的雨带一阵一阵的移进来台湾的陆地，就造成一波一波的雨势。那预计随着台风在今天下半天之后，逐渐的往北移动，包括宜兰北部地区，还有花莲比较北边的地区，降雨的雨势还会再更加的明显。而我们的豪雨特报的内容也做了一些的更新哦。好，那现在要提醒的是，在宜兰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超大豪雨。另外呢，在宜兰的地区，还有在新北的山区跟桃园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性的大豪雨。而在台中、苗栗的山区、新竹地区、大台北地区跟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好，过去2天，其实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宜兰还有大台北，尤其是在山区哦，其实都出现了不少的降雨哦。那再加上接下来这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又会为这些地方带来比较大量的降雨。我们要提醒东北部、北部可能在山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塌方、落石等等的现象。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在大潮期间，如果雨又下得比较急，可能会有一些积水或淹水的情况发生。所以整体来说，今天下午到明天清晨是台风最为靠近，也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请大家及早做好防台准备。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不知道记者朋友们有没有？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这节上新的预报。休困日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头尾12年真无简单，才做咱台湾头一支机器人电影11月正式上市。如果
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们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仔拢回来啊。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要来看咱更替人的红仔图。那是敢若日本才有，咱台湾嘛有头一支家己制作的重甲机神，进入台湾气味预告片一日公开，虽引起一寡万价迷众，大家会甲真热。像讲主角画必杀鸡有这个烧肉粽、卤肉饭这经典的小食，场景嘛是用东北角的海岸来做背景。导演讲电影为开始规划甲上市，已经经过12年的时间，11月就会当日咧电影院戏院欣赏到大荧幕。放假的主角来点出这个绝的绝招，口号煞是这个本土美食烧肉粽。机器人放假电影《重甲机神》一整道预告这个杀出来，随着来请做话题。另外，还会当看到真侪东北角海岸的景致，就连这个野柳的女王头嘛拢来出现伫个片中，真有本土风格开口。原来这部作品拢是咱台湾家己做的，就是在海岛嘛，那它是一个海洋跟海洋连接很高的国家，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从海洋出发。也无到10人的团队，伊的成员拢毋是科班出身的，就要对头来学起。对一开始30秒的底片，经过大家小敬小听，幕主支持，互伊变做半点钟。上尾才阁成做即卖电影版。前后拢总经过12年，导演嘛讲，对当时第一个画面对无够有，安尼就要开一个月时间来制作，会使讲是了时搁了工。即卖伫个11月，阁要来搬上大荧幕咯。偏偏拢是即落放假电影，难免会甲日本的来甲做比拼。有很多网友会直接拿我们跟日本动画做一个比较啊、批评，那我们都很认真的看这些留言，我们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进步。甲比起这个放假大师新海诚，伊一道天气之子，伫咧短10天内，台湾的累积的票房佮破几亿的，有足好的成绩。所以咱的制作团队嘛上准市场要来甲热，未来嘛预计要甲这个作品甲扩大做4波至5波，安尼就是望望后日啊，家己做的放假电影嘛会当来成做台湾之光。记者综合报道。昨上新的画面要来看到，昨暗台北、新北也有家人10点正式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一寡人听到消息了后，3步做2步，赶紧出来采讲。差不多是翻点12点钟，伫台北市后山边这间连锁超级市场，店内底讲奇怪，哪会拢全人客，无用气，大家伫咧卖生活用品。按算讲要算小的时，排队嘛排甲热长，大家手摕一寡食的物件，也有饮料凉的，或者是矿泉水、青菜，嘛互一寡人客小买了了。过来看到飞行机坐长途，上惊拄到隔壁红鞋啊，规路一直好卖点。日本航空公司因为安尼，即马伫咧买票的系统设上新的功能，就是甲飞行机无超过2岁红鞋啊座位先解写出来，互其他人客伫咧选位的时会当先参考。新的功能，敢若伫咧航空公司的网站看会到，其他订票的平台旅行社定位就看无。一寡人认为讲有即款的办法袂歹，是嫌讲红鞋啊敢会伤过差的问题。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
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拢回来啦。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家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爸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是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迄代是中孝节期抽好册活动，新的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代是中孝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 po 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孝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为着咱的文化，正是咱台湾的文化歌戏，另个部分，爱搁继续来传落。为着忠孝节义，这囡仔一定比较辛苦。希望这出戏能够唤醒大家的正能量，让我们台湾更好。温璎珞为什么要欺骗韩南昌？雪球明明浑身的毛都是雪白的。你为何会选一块有瑕疵的交上去啊？说，是不是想陷害韩南昌？傅贺很聪明，他一定会很快发现我动了手脚。只有让他觉得我心地善良，毫无危险。我本来就很坏，以后会更坏。今晚11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好戏连发，档档精彩。歌仔戏天王杨丽花重磅回归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你上高救着是高人，牺牲你家己的死啊！看小宫女如何在后宫中惊险求生，一路过关斩将。延禧攻略。现在我的危险，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今年最热播超烧脑神剧，考验你看戏的能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叛徒抓到了，我想死了！带出来！男神降临找麻烦，小资女能否逆袭成功？男神时代。我不会真的是喜欢上明天爱的吧？乖乖女竟然变身为超级网红，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的事。网红的疯狂世界，只要你愿意，我会让你不再骗你。相当好戏，给你好看，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阴暗8点到10点，台视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自从 Cindy 公布要跟安安 PK 之后，每天固定有一票铁粉私讯放话说要给安安好看。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状况？没有啊。总之你注意安全。李安安，李安安，小命，李安安呢？他
他哪里啦？去厕所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拢回来啊，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家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迄台是中校节期抽好册活动，新历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台视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po文，都有机会甲杨丽花中校节期好册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为着咱的文化，正是咱台湾的文化歌戏，另一部，爱搁继续来传落。为着忠孝节义，这囡仔一定真辛苦。米塔风台愈来愈瓦，咱台湾头一个影响到就是台东地区沿海透大风影，其中富冈渔港透过公笑馆的风影直接扫到爆花，也有绿岛地区上海大的阵风已经有11级。过到了后，气象局嘛讲到风台影响的范围会愈来愈大，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有关风台上新的消息，请继续收看咱台视新闻。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